讲到这台中5车逼出着非洲猪只，在台中市政府今仔日12大这油喷气化掩埋场停用9大，加入去沼气发电管线。另外呢，也要来清查这死猪啊。不过市政府是认为讲无出现无正常的死亡情形，也那农业部是认为讲袂当农科系统猪笼会当随时来通报。也那讲到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，这姓王的受益者昨暗已经登到台湾啦。这台中地检署甲伊问话了后，已经甲伊放倒回去啊。防疫的人员斟酌伫台中市大安肉品市场做清销。台中市府日前宣布防疫的新措施，包括农业局和民政局逐工访视市场，或者车派人对车，还佫一摆全面清销。我们大安肉品市场在事发的第1天，我们就已经全面在做这件事情了，那并且都有记录在案。农业部指出，讲台中5车爆发非洲猪这市场，对9月开始就有死猪啊，要求全面清查迄个时阵的情形。台中市政府表示讲，伊市场死亡2趴的事件，达登去看，发现9月到10月初10都无明显的无正常死亡。农业部是认为讲，袂当靠警示系统，猪笼应该量早通报。所以没有说一定只能达到多少几%多少只才能送样品，绝对没有这种事。只要你怀疑，只要你觉得要厘清，只要兽医师认为必要，或是你只要觉得说可疑，欢迎都来送。另外有民代质疑讲，根据环境部的数据，到27全国做喷的再利用的市场，客家率平均是46%，台中37场煞干那5%，伫全国是对上尾算过来第2。台中市政府解说讲，到28为止已经完成3轮的客家率是100%，是系统登录时间差的问题。其实优先的配置呢，都是在前线的稽查工作。好，或者是呢，我们的清销管理哈，所以在登录呢，很可能是在这个忙于这个防疫工作之后呢，来进行统一的登录。另外，关键人物姓王的受益者，第28暗时已经登来到台湾，台中地检署29团伊去，而且做手机的监视采证，信号已经请回。于今日上午传讯证人王姓兽医左到庭，并经证人同意进行手机采证。讯毕，预知请回。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讲，针对死亡猪只的数量无符合，或者3年多技术封盖过，相关证据已经送检调，若是有涉及伪造文书，一定会追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